全世界唯一一隻上過太空嘅眼藥水，作為呢一個嘅國家級別、元首級別嘅一個一帶一路嚟嘅係咪？訪華嘅領導人咧嘅領導人送俾訪華嘅元首嘅禮物之一，好犀利啊！係啊，好緊要，好犀利啊！咁再加埋咧，佢亦都係泰國皇室成員御用啦，係香港衛生署唯一中成藥永久藥號嘅眼藥水。咁咧佢全部係天然嘅中藥啦，有牛黃啦、人參啦、冰片啦、紅花啦、原參啦、葱惠子啦，係冇任何類固醇同任何化學成分嘅。咁獨家高滲透嘅技術 AKK 可以藥力直接入到眼底，可以預防同埋治療一切眼睛嘅問題。我哋呢一個咧係敲碗嘅，因為佢講緊咧1月中去到3月中嘅時候，完全賣晒全香港冇貨，而家係再度翻貨。咁佢點解有咁勁咧？其實佢能夠照顧到咩眼部嘅問題咧？基本上咧，譬如好多時就係紅燈啊、發炎啊、紅眼症啊、眼乾眼結啊、流眼水啊嗰啲，全部都可以改善到。咁啊，譬如好似我試過咧，就係有次即係隻眼腫咗啦，流眼水啦，我一日滴5、6次，滴2日咧已經完全消腫，亦都冇任何痛啦。係啦，我啲朋友仔話咧，佢用咗3個月咧，近視減咗25度喎。係啊。因為咧佢可以幫到特別係小朋友啦，15歲以下啦，咁佢可以幫到佢嘅，因為眼球肌肉未定型啊，咁你俾佢 keep 住早晚飲滴咧，佢嗰個眼球咧佢就會由橢圓形變翻圓形，嗰個近視散光咧都會得以改善。因為小朋友咧正值學習嘅年份啊嘛，時間如果佢因為睇嘢蒙查查跟唔上啲學習咧，就會影響到佢學業，都會幾大影響。咁如果老花嘅問題咧？老花咧就其實仲會快啲嘅，因為咧老花咧就係嗰個睫狀肌肉鬆弛咗，令個晶體冇咗彈性。咁我哋啲眼藥水一滴入去咧，就直接可以改善個老花問題。通常咧直接嘅，通常你用1個月咧就明顯有改善，3個月就一個療程。咁我知道咧，佢能夠幫助飛蚊症啦、黃斑病變同埋白內障。我知道咧，你媽咪以前有黃斑病變。係啊，我媽咪就有乾性嘅黃斑病變，有啲水腫，因為左右眼都有。咁用咗幾多個月咧？佢係一邊冇晒，一邊剩翻少少。佢一日滴4次，每次滴3滴，一隻眼咧就好翻，另一隻眼咧如果水泡大啲嘅就變咗冇咗一半，咁然後再滴多3個月咧就好翻晒啦。係啦，其實木瓜眼藥水嘅好咧，唔係我哋自己講嘅，因為其實不停有人翻單，不停咁樣賣斷市。平時冇優惠咧，正價都好多人買。我哋今日咧係買得多啲，仲會再平多啲。我哋買滿任何嘅產品，買1件都好啦，我哋咧就會送呢一個有遠紅外線超過1000度證明有一個醫療功效嘅眼罩俾大家嘅。咁此外咧，我哋今日咧仲出咗個特別版喎，因為好多人哎呀，我隻貓用唔得，我隻狗用唔得啊，倉鼠兔仔用唔用得啊？我哋咧仲會出埋一個寵物版嘅，咁寵物咧仲會更加有效添。係啊，寵物佢包括埋咧青光眼啊、白內障啊、黃斑啊嗰啲都可以幫到佢嘅。咁咧特別係或者個動物咧佢年青啲淚腺分泌過剩咧都可以用嘅。係啊，我哋啲貓啊狗啊成日咧好多啲眼膠啊眼屎，其實就可以啱用，同埋動物用咧佢循環快啲啊，仲更加快見效。咁我知道咧，如果係青光眼就唔建議滴木精㗎，就建議食木養㗎啦，係咪啊？係啦，冇錯，因為咧佢裏邊其實木氧環素咧，佢都係木經眼藥水嗰條 formula。因為咧木經眼藥水有250年啦，佢以前咧有本書叫《木經大成》，一個中醫叫黃庭鏡，佢將佢呢個咁好嘅眼嘅巨著咧就幫助乾隆皇帝醫好咗啦。咁而我哋呢一個木氧環素裏邊咧就係嗰條 formula 嘅食療嘅。可以幫你改善五臟六腑意志，因為佢講緊金針撥脹法5輪療法，就係講緊心肝脾肺腎肚咧，就會對眼都會好嘅。咁啊肝亦都主眼啦。木氧環素咧，裏邊就係有佢牛黃啦，有呢個人參啦，有丹參啦，有葱惠子啦、決明子呢啲中藥喺裏邊啦。咁牛黃同埋決明子咧，就本草綱目講咧可以降眼壓嘅喎。咁咧所以青光眼咧，多數都係因為眼壓高，啲防水走唔到，浸住引起嗰個問題出現。簡單講咧，如果你有近視啦、老花啦、散光啦、飛蚊症啦、白內障啦，同埋呢一個黃斑病變咧，就可以直接滴木經眼藥水嘅。OK， 咁如果你話啊，我有青光眼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食木養。咁啊唔係啊，我咧已經咧視網膜脫落，或者我有好嚴重嘅老花，即係我想快啲好趕住啊，我想快啲隻眼好去旅行啊，咁你可以兩個一齊外敷同埋內服都得嘅。咁如果寵物咧就揀呢一隻寵物啦，因為寵物呢一隻咧特別有效。我知道咧好多媽媽們咧，即係好多你小寶們，每人都會買一支擺喺屋企，日日同佢滴1次保健。如果佢眼睛嗰排咧有啲毛毛整到啊，可能眼睛紅仔發炎或者唔小心刮到自己，就可以滴多2、3次啦。OK。